上课的一个过程里面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要注意这些的一个部分啊。然后现在补习班已经开始了，也开始教课了。然后你们是不是也有跟家长班已经有互动了？然后后续要怎么样呢？后续的那个课后的加码就是很重要。这个加码就是要与道接轨的一个前奏，一个节奏。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要跟他们培养感情的，更认识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课后的时候，就是可能打个电话，关心他们说，回去有没有读经啊？然后你们有没有实际的有上课教的有没有实际在做啦？打给小朋友啦，或打给妈妈，就是互相的去联络，然后说最近小孩子在学校的功课怎么样啊？学习的怎么样？或者我们补习班的这个课程啊，对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这个是课后的一个电话的一个联系。打这个电话，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培养那种感情啊，也就是这样你常联络，是不是那种感情就比较紧密？你疏于联络，慢慢的就疏远。一样的意思，这个就是要培养，或者是安排那个联谊的活动这个就是可能就邀请来说包水饺，一放在景区哪个家长的家里面，或者是安排在佛堂有这个空地的有这个活动的地方，安排或者是哪一个家庭或者是哪个道亲的家都可以，安排那个联谊的活动，或者是安排空游，哪个五位家长处于为中那个可以空的，那个就是为什么安排这个一样的意思就是促进互动的那个次数时间然后就是出游就是安排去旅游那个之前我们那个同学国小那个补习班他们就常常那个家长就很喜欢旅游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发起的，我说我们什么时候要去旅游你那个家长的怎样去那个他们家长的那个一接就自己约，然后就跟老师这样去旅游。他们在这个出游的过程里面有安排1天的，也有安排2天过夜的。你想想，出去2天过夜的，是不是在那个出去旅游的过程里面，晚上的时候可能会安排有一个比较大家联谊的活动，这个是那个关系或者是那个就会更亲密，然后互相的那种紧密度就会更大。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而且可以安排那个聚餐大家互相的去那个安排时间聚餐，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互动。然后到最后的话，可以的话就是怎么去家庭访问，人家说真正的家访，去交年到位因为可能去的时候去补习班的可能是妈妈而已，小孩子跟妈妈。你去家庭访问的时候，可能就会见到他爸爸。见到爸爸，你就可能知道你就可能会说，你那个小名来读经他爸爸又刚学那边该讲，你就可以从这个跟他那个爸爸互动，爸爸就说，你们就可以知道爸爸的，他的个性也好他这个平常在家里怎么样去跟小孩子互动，因为你没有去家访，你可能只有在读经班没有去家访，你英文会都会换给爸爸了，你可能不可能跟他爸爸有互动，所以这个东西有家访才会有可能跟他爸爸有，就是跟他们家人互动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课后的家访是或者认为是蛮重要的，因为补习班的经营，这个补习班是一个引介，是一个桥梁，然后桥梁之后去家访，才能比较深入他们的家庭，然后在补习班的经营，他们有改变的，自然而然去家访的时候，他们就很欢迎你去。你不要
经营的时候没有好好经营的时候，他说我想要去你们家交往，牙医去学哦，那就非常的那个就会非常的失落所以我们去家访的过程就是前面那一段补习班的经营好，自然而然去家访的时候那是加倍的一个效果。好，课后家访完之后，是不是跟这些课后的这些经营之后跟家长的互动的经营之后，是不是跟家长更热络了，然后更熟悉了，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下，你想想看，家长对我们是不是就更认同了？更认同了。这时候要引他们进来求道接近佛堂，机会有没有很大？很大。不然的话，如果没有前面这段路程，是公会跟人来负责，会跟人来相处的很小。有的家长是很排斥那个宗教的，我就是要小孩子读经而已。在外面的这个，我们是接触的是大众，形形色色的都有，也有可能也是基督教的，或者是别的宗教的，有的是无神论者的家长，等等都是有很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层面的人，有可能以光简单家庭。搞不好就是有一些有问题的家庭，也不一定我接触到的人就是有很多的形形色色，不是像说我们在佛堂开的时候，打开洗地教，然后你圣人君子，不是这样。这个外面的接触的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个层次的人，所以我们可能也要透过这样的经验，小孩子改变，他们家庭改变之后。我们再把这样子给他们引申进来，跟他们引导结果的话，这样子是不是会非常的不会后续有一些问题发生好，这样的一个经营之后，最后当然就是要引导结果了。也会最近看那个《道德经》里面有第38章是那个处后章。后面有这一段，就是里面有这一段话，候选人说到说这个用在我们经营读经班，然后引导结果的这样的一个相关内容。里面就说知道而后，失德而后，失仁而后，失义而后，夫以本忠信之国，而乱之首也。这章里面有这一段话。他把理我们大脑是最高的，至高无上。这个理呢，道德仁义礼就是摆在最后。如果连理都没有的话，就是乱之首也。理都不会理这个小孩的才记乱。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这样？那小孩的那个是无理的，所以很多乱象都出来，全世界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事做好，然后小朋友改变了，家长改变了，他们家庭改变了，就是他们这个德已经培起来的时候，你想，你跟他讲道，是不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他这个部分的话没有做出来，直接就要给他讲最高的那个道理，小下去，那个结果的部分可能就会。好像没有那么的顺，所以或许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一到结果的部分，就是跟大家来分享说，我们把读经班经营好，把读经班的成效真的显露出来的话，小孩子在读经班的学习，真的他的学习能力增加了，他的脾气也改变了，然后他们家长的理念也都改变了，家庭整个可能都。以前可能是，人家说不要说家暴的家庭，就是以前不是那么和